有冇試過夜媽媽一個人靜落嚟嗰陣，望住天花板，個心揦住，忍唔住問自己一句：喂，我做咗幾十年老實人，樣樣嘢都讓人三分，點解去到今時今日，硬係覺得自己好似俾人哋踩住上咁嘅？各位，踏入2026年啦，醒下啦！香港個玩法真係變晒㗎啦。以前我哋信奉啲咩啊？獅子山精神啊嘛，講勤力，講義氣，講拍膊頭。但今時今日呢，你行出街望下，出邊個世界係講包裝、講手段、講邊個識得玩弄規則啊！打開新聞睇下，專呃老人家嘅 AI 騙案唔係幾單啊！係每日過百單咁樣爆，你再望下職場，幾多默默耕耘做到隻隻咁嘅老臣子，俾公司一腳伸走，連聲多謝都冇，轉個頭仲要俾班後生笑你老土，笑你固執。嗱，如果你過咗五字頭，做人宗旨仲係嗰句唔怕蝕底啦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我好坦白，亦都好殘忍咁話俾你知，喺今時今日，你呢啲唔係叫善良。你呢啲叫毫無防備，係等緊俾人宰割嘅肥羊。今日呢集，我想幫你裝返套防彈衣。我要講一本曾經喺美國監獄被列為禁書，好多矽谷嘅大老闆偷偷地擺喺床頭嗰度睇，但絕對唔敢話俾人知嘅作品《The 48 Laws of Power》。呢本書講嘅嘢好直接，甚至有啲辣，可能會顛覆你做咗幾十年人嘅價值觀。但如果你想下半世活得有底氣，唔想臨老過唔到世，俾人當做羊牯，咁你就要繼續聽落去啦。喺開始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手撳 like 同訂閱，支持下呢個廣東話嘅頻道，亦都係支持你自己攞翻人生嘅主導權。Robert Greene 寫呢本《The 48 Laws of Power》。唔係教你做奸角嘅，大家千祈唔好誤會。呢本書其實係一支顯微鏡，佢將幾千年嘅歷史放大俾你睇，話你知個世界最赤裸嘅真相就係權力遊戲。好多朋友同我講：唉，我都半退休啦，仔大女大啦，仲學咩權力鬥爭啊？簡簡單單過日子唔好咩？各位朋友，我都想簡單啊，但問題係你想放過呢個世界。但呢個世界唔會放過你啊嘛！大家覺唔覺踏入2026年，身邊嘅氣氛好唔同啊？經濟環境變，人心變得仲快，特別係我哋呢班50+嘅朋友，可能有少少積蓄，或者有層樓，仔女又出晒身啦。但係你知唔知啊？喺好多所謂有心人嘅眼中，我哋係啲乜嘢嚟㗎？我哋就係一塊行緊路嘅肥豬肉啊！點解網上騙案、投資陷阱，甚至係嗰啲所謂必賺嘅養老計劃，最容易中招嘅，往往係我哋呢班有學歷、有閱歷嘅人嘅？心理學話俾我哋知，就係因為我哋太過相信自己嘅判斷啦，太容易暴露自己嘅底牌，太容易俾人捉住個心理弱點嚟到攻擊啊！所以今日我喺書入邊揀咗4條，我覺得係最關鍵、最救命嘅法則。我唔會同你講嗰啲虛無縹緲嘅理論，我會結合心理學同埋香港最近發生緊嘅真實個案，同大家做一次深度嘅思維升級。記住，我哋要學嘅唔係去害人，而係點樣喺呢個複雜到暈嘅香港社會入邊，帶住清晰嘅底線去做一個冇人敢恰嘅好人。第一條法則係全本書最反直覺嘅，就係說話要比需要嘅少。我哋上一代阿媽教落，做人要坦白，唔好收收埋埋啊。但喺2026年嘅香港，坦白講啊，咁樣做分分鐘係慢性自殺啊！講個好實在嘅例子啊，大家記唔記得之前轟動全城嗰單 AI Deepfake 騙案啊？有個跨國公司嘅職員開視像會議。見到個 CFO 同幾個高層，樣又係佢哋，把聲又係佢哋，叫佢匯款，佢就二話不說，匯咗2億幾。結果成個會議室除咗佢自己之外，全部都係 AI 合成嘅假人嚟㗎。你可能會問：
話唔係啊，專業人士都中伏，個 AI 點解可以學得咁似㗎？答案好恐怖，係因為受害人平時講得太多啦。騙徒點樣拎到你咁多 voice sample？就係你平時接到啲白撞嘅電話，或者喺酒樓講嘢太大聲。喂，係啊，我係陳大文，我個仔叫乜乜乜。你講得越多，你就暴露越多嘅 data points。心理學有個名詞叫邊界感缺失。你以為自己係親切，係健談，其實你係將自己個弱點雙手奉上俾人吉。再講深層啲啊，心理學有個概念叫權力謎團。人類嘅大腦好奇怪嘅，好中意自行補腦。試下想象啊，舊同學聚會，個個都吹噓自己嘅仔女做醫生、做律師或者嫁咗入豪門，唯獨係你一個，只係微笑點頭，絕少講自己嘢。你會發現全場最受尊重，大家最想巴結嘅，往往就係呢個唔出聲嘅人。點解呢？因為你摸唔清佢個底咯。當你收埋意圖，對方摸唔清你嘅底細，就會產生敬畏嘅感覺，甚至將好多厲害嘅特質投射落你身上，覺得你係深不可測。所以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啊，平時行街或者去健身室，係咪成日有無端端嘅人截停你做問卷啊？開場白通常都係：先生，你住附近㗎？或者先生，你平日有冇做開 gym 㗎？千祈唔好順口答，好多老實人會答：係啊，我住上面屋苑咋嘛。死啦！你一答，佢就知你有購買力，又知你住邊，跟住就會瘋狂 sell 你會籍，sell 你產品。你要學識反問或者無效回答，微笑，腳步唔好停，望住佢。點啊？有咩好介紹啊？或者簡單一句：係我趕時間啦，下次先啦。重點係咩啊？唔好俾任何個人資訊佢。你一講得多，就係俾緊個扣人哋扣住你。記住呢一句：沉默係你嘅盾牌，說話係你嘅子彈。子彈好貴噶，唔好亂開槍啊！第二條係職場同家庭嘅生存鐵律，千祈唔好蓋過你上司嘅光芒。如果你仲喺職場搏殺，或者你要對住新抱或者女婿，呢條真係要聽真啲。依家好多公司為咗慳錢，請啲後生仔做 manager，或者內地嘅專才空降。作為50幾歲嘅老臣子，經驗多過佢，人脈闊過佢，開會聽到佢講錯嘢，你心諗：阿仔，你識條鐵咩？於是你好心當眾糾正佢，你以為係塞錢入佢袋啊？咁就錯啦！喺佢眼中，你係功高蓋主，你係想謀朝篡位啊！由精神分析學睇，每一個掌權者，無論係老闆定係一家之主，內心深處都有種不安全感。心理學家講過，權力嘅本質係自戀嘅。當你表現得比佢聰明，你唔係幫緊個團隊，你係直接攻擊緊佢嘅自尊。嗱，當佢覺得受到威脅，佢個腦入邊嘅杏仁核就會啟動防禦機制，佢會設法整死你，唔係因為你做錯事，而係因為你做得太啱啦。同樣嘅道理，如果你係奶奶啦，新抱煮餐飯出嚟，雖然冇你煮得咁好食，如果你話阿女蒸魚唔係咁蒸噶，要大火啲，你真係咁講啊？咁就犯晒天條啦，你會令佢好難受，以後大家面阻阻啊！真正嘅強者會點做噶？強者會講：哇，呢個味道好特別喎，我以前都未試過咁樣蒸嘅，有時間不如教下我點樣整啊！重點係咩啊？將光環戴喺對方嘅頭上，你要做嘅係向下兼容。真正嘅強者係唔介意扮傻嘅，你俾面子佢，佢覺得你好相處，你嘅日子先會好過。記住，面子可以做俾人，底線一定要留返俾自己。去到第三條，好現實，好殘忍，但好有用。你要求人幫手，一定要講利益，千祈唔好講感情。我哋上一代重情義，成日覺得，喂，我以前幫過你，你睇我而家有難啊，你應該幫返我喎。嗱，喺今時今日嘅商業社會，呢種諗法，得罪講句，係太天真太傻啦。試諗下，依家咁嘅市道，你要同個業主傾續租，你去求個業主，
李生，我做得好辛苦啊，大大話話都跟咗你10年啦，減啲租啦。如果唔係，我做唔住噶啦。你估個業主心入邊諗咩啊？佢心諗你辛苦關我叉事咩？淨係你辛苦啊，我都有幾層樓要供啊，我都想死啊！你死唔好死喺我門口添啊！心理學叫呢個做交易分析。人腦個設計本身係避險趨利嘅。感恩係一種高尚嘅情操，係好重嘅道德負擔，但利益係即時嘅獎勵，係人都想要嘅。Robert Greene 講得好透徹，過去嘅恩惠係負債，未來嘅利益係資產。人性係好賤嘅，人係唔中意孭債嘅，佢只會想攞着數。你係咁提以前對佢幾好，冇用噶，佢只會覺得你想情緒勒索佢，佢更加想避開你。所以你要改口風，唔好再講幫下我。你要同佢講，李生，如果你肯減我1成租，我即刻可以簽多2年死約。你睇下出邊幾多吉鋪，你重新揾客又要免租期，又要俾佣，隨時唔見幾個月啊！一語咁話啦，你係最着數嗰個嚟噶。重點係咩？幫對方計數，無論仔女定外人，一定要將你嘅需求包裝成對方嘅利益。呢個就係強者嘅溝通術，唔好乞求施捨，要交換利益。嚟到最後一條，亦係最終極嘅法則，保持無形。李小龍講過 Be water，大家都識背啦。但實際上點樣做呢？好多50+嘅朋友，死因只有一個字：硬。固執僵化，聽唔入耳。我唔用電子支付㗎，好危險啊！嗰啲我唔信 AI 㗎，嗰啲呃人嘅。結果係點啊？你去飲茶唔用手機落單，俾人嫌你慢咯。你去銀行排隊排半日，因為唔識得用個 app。唔係時代遺棄你，係你自己揀咗，俾時代巨輪剪過。Robert Greene 提醒我哋，任何固定嘅形式都係敵人最想攻擊嘅箭靶。當你宣稱我有原則，我有潔癖，你就係話緊俾敵人知，你嘅死穴喺邊度。真正嘅強者係冇形狀嘅。今日興 AI，我就學 AI；今日興北上，我就去睇下有咩商機。唔好俾年紀或者尊嚴綁死你自己。擁抱時代嘅變化，唔好有一刻覺得我老啦，我學唔識㗎。記住，當你願意隨時 update 自己嘅 software，你就係無敵㗎啦。冇人捉得住你，因為你一直喺度變緊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做人使唔使咁計算啊？好攰啫。我想引用心理學大師卡翁嘅概念，陰影。佢話一個人如果淨係知道自己有幾好，而唔知自己內心有幾多陰暗面，咁佢對自己嘅理解係唔完整嘅，甚至係危險嘅。呢本48 Laws of Power 唔係教你主動去害人，佢係幫你整合你嘅陰影。當你明白晒呢啲法則，看透晒別人操控嘅手段，你先有真正嘅選擇權。你可以選擇唔用手段去害人，但當有人想呃你，想利用你嘅善良嗰陣，你手上有劍，你可以拔劍自衛，而唔係坐以待斃。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信息。善良唔係軟弱，善良係一種選擇。只有強者先有資格講善良，弱者嘅善良只係一種無能為力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對你有啟發，甚至令你諗起以前做 Yes Man 中伏嘅經歷，唔好收埋喺心。歡迎喺留言區打覺醒2個字，俾我知道你已經準備好攞返人生嘅主導權。記住，世界好複雜，但我哋可以活得好通透。請你 share 呢一集俾你身邊太過善良嘅朋友。我係書豪，下集繼續同大家讀好書，一齊做個精明、活得瀟灑嘅人。拜拜。